拄当伫耶路撒冷有一人，名叫西面。即人伊搁敬虔，平时行牧。迄个安慰以色列的圣神点伫伊，伊捌得到圣神指示，知伊也未死，要大声看见主的基督。伊互圣神感动，就入殿。拄啊，耶稣的爸母抱婴仔入来，要甲伊照法律的例来行。迄时，西面用手接婴仔，阿乐上帝讲：“主啊，打照你的话，得讨放你的奴仆安然过世。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。”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的面前的，做光来照外邦，搁做你以色列百姓的阳光。伊的爸甲伊的母伫咧奇怪所论婴仔的话，西面甲伊祝福，搁对伊的老母玛利亚讲：即个婴仔受设立，要互以色列中侪人跋倒。侪人起来，也受做辩驳的记号，搁你家己的心也要有检查透过，互侪人心内的念头会落出。搁有亚瑟的支派发来利的查某囝阿拿，伊是做先知，年岁已经老。对在世女的时，嫁互丈夫7年久，就守寡84年，拢无离开殿，禁食祈祷，每日服侍。拄迄时，伊进前称谢上帝，对见那行牧耶路撒冷得到赎回的人，讲起即个婴仔的事，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双面刀的福音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你是一个会堪得听候的人吗？我会记我有甲大家分享，我是一个真无耐性的人，连泡面的3分钟我拢无想要等。但是嘛，袂当好啉的就是安尼人哪来哪济，所以咱生活的速度嘛哪来哪紧。亲像即摆的青红灯号会甲咱讲，阁剩几秒。当秒数一秒一秒在减少的时，咱目睭紧紧看。然后秒数一结束，咱就敢若是马拉松选手共款往前冲。咱若去大卖场，嘛会选迄个看起来买较少，也是收银员动作较紧的柜台去排队。甚至咱看同样的广告，亲像减肥、学英语、借钱的遮个广告，嘛一再强调快速、有效率，短期内会当完成。因为安怎？咱拢毋愿意听候，即种快速的风嘛，吹到教会内面。若有对国外来迄种教会成长策略的研讨会，拢爱做体育馆迄种几千人的场地去办理。但是若亲像圣经公会班的查经班、圣经研读班，一个教室的座位就够额。为什么安尼咧？因为教会牧者嘛拢仰望教会会当伫短期内面快速来成长。我会记得伫几年前参加中会会议的时，迄届中会议长伫会议的内面分享因的教会所做的事工，讲迄有安怎好，有安怎好。但是伊的结论是讲，恁想讲灵性养成无撇步吗？当然有撇步，这就是啦。伊竟然认为灵性的养成会当伫1个月的初信栽培，伫3个月传福音的训练，也是半年服侍训练就会当达成。当然，这课程会帮助咱对信仰、对教会有较侪了解，但是上课的人的灵性敢保证拢会提升咧？灵性的程度无法度用一个时间表。也是用一种的标准来评估，但是伊会伫咱拄着代志，也是咱拄着困难的时，就马上显现出来。
伫问题来临的时，咱的本性是毋是就马上搁走出来，然后用生气、用怨愤来面对咧？所以耐性、听候，真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代志。因为有当时啊，咱期待真悬，但是等到的结果，较互咱感觉失望。有时咱等啊等，较等袂到任何代志有发生。毋过咱袂当因为安尼就停止听候，就毋愿意听候啊。因为伫咱的信仰内面，耐心听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功课。亲像耶稣有讲几啊个夜景的譬如，种子要生长，到互人会当收割，是需要时间的。耶稣嘛讲过，主人交托奴仆钱财譬如，主人伊离开，然后转来验收，嘛互咱看见是一段的时间。甚至咱的主耶稣，伊互定十字架死，伊嘛是等到第3日才过活。所以今仔日咱透过一段关系，听候的安尼的一段经文，咱做伙来检验家己，咱是用什么款的态度在听候主耶稣会过来。今仔日这段经文是关系两个伫圣殿内面看见婴仔耶稣的老大人，但是我要将焦点放伫西面这个老大人的身躯顶。西面伊用伊的一生伫听候救主的来临。虽然已经等到变老人啊，但是西面无失望，伊无怀疑，伊继续陪伴家己。然后伫迄天，上帝互伊看见啊。毋过为什么西面伊看会见？其他遮列比、祭司、法利赛人、民众，甲看袂见主耶稣就是迄个弥赛亚咧？咱知影对旧约开始，犹太人拢伫期待弥赛亚的来临。因为当即个民族的救星一到，不但会拯救因脱离外来政权的统治，并且会解决因所有的困难。但是耶稣来以后，到现代，犹太人要继续伫等，因无相信耶稣就是迄个拯救者。毋过咱看见今仔日的经文，西面甲遐个无信的犹太人，因伫平素拢有领受上帝的话。因拢有领受对正先知来的应允，但是为什么西面会当看见？遮犹太人、遮祭司、遮法利赛人，因甲看袂见咧？相信西面一定有一寡特别的所在。西面的名意思就是会听的人。伊伫圣殿会当出入，有可能伊就是一个列比，并且经文描写伊公义。佮敬虔，公义佮敬虔即个形容词，代表是一个人，伊伫律法的顶面是无通指责的。另外，伊平时行目迄个安慰以色列的，伊会有弥赛亚的愿望。为什么伊会有安尼愿望？是因为伊熟读上帝的话，伊知影上帝所应允的弥赛亚一定会来。但是，互囡仔来到圣殿献祭的父母甲囡仔遐尔济，为什么西面会当认出主耶稣咧？伊毋是乱药的，经文嘛甲咱讲，伊是得到圣神的启示。所以咱看见西面的等，伊毋是空空伫遐等，伊是有备办好势伫遐等。嘛因为安尼，当西面一看见主耶稣以后，伊讲出一首后来人称作西面颂的安尼一首诗，这嘛伫咱的圣诗内面嘛有。伊安怎讲？主啊，担照你的话，伫讨帮你的奴仆安然过世。因为我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，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的面前的，做光来照外邦，佮做你以色列百姓的阳光。西面有非常大的信心。伊即时敢若看见迄个婴仔耶稣，伊还袂看见大汉了的耶稣世界去传福音，世界伫遐实行拯救。但是当伊看见即个婴仔耶稣，伊知影伊已经等着啊。对伊来讲，上帝会当随时调伊去，
因为伊已经看见救恩，伊已经心满意足。兄弟姊妹，咱呢？咱嘛拢伫听候期待主耶稣第二摆会来临。但是咱的听候，敢是啥物拢无做，空空伫听候咧？西面伊读上帝的话，所以伊的等待、伊的听候是有根基的，并且西面有信心甲伊同在。信心是袂甲一个毋愿意悔改、继续活伫罪恶内面的人同在。咱是毋是愿意伫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，互信心来换新呢？咱千万毋通认为讲我领洗礼就是得到即个入场的票。咱嘛毋通想讲我领受圣餐就是有遮有保庇。西面的听候，互咱看见。咱伫听候的这段期间，咱需要敬请，咱爱持守咱的信仰，咱才有气力会当听候。若无，世界真侪声音是不断地欺骗咱，迄无影啦，已经过2000多年啊，主耶稣拢无来，迄是骗人的。咱会当想象，当西面伫玛利亚甲约瑟的面前讲出讲，主啊！单照你的话，咧讨望你的奴仆安然过世时，即对夫妇有偌戆影。但是伫下一段话无藏伫四面爽的内面，即段话搁较互人戆影。西面讲，即个婴仔受设立，要互以色列中侪人跋倒，侪人起来，也要受辩驳的记号。搁你家己的心也要有一剑。插透过，互侪人心内的念头会露出。当父母带囡仔到圣殿，伫遐献祭，因内心期待是啥？是这个律比会当祝福因的囡仔，会当交大汉，会当健康平安。但是无想到西面的祝福，竟然是安尼的祝福。咱中间若有做父母的，咱一定会对咱的囡仔有期待，特别是做妈妈的，你可能愿望伊会当做什么款的职业，你愿望伊有什么款的人生，但是你搁较愿望的是，即个囡仔会当甲人和，会当平安顺遂。但是无想到，玛利亚伊所听见的，较毋是安尼。当时的约瑟甲玛利亚即对夫妇，因徛伫西面的面前。但是西面他是特别转往玛利亚这个做老母的来讲出这段话，这嘛互咱想起伫圣经内面有几啊摆记载，玛利亚伊面对伊无法度明白的代志的时，伊拢是藏伫伊的内心。即摆嘛是共款，面对西面的话，玛利亚虽然无明白，但是伊嘛无马上拒绝，伊继续藏伫伊的内心，不断思想。今仔日12月31号，咱游玩是伫圣诞周期的内面。伫即段期间，咱的圣诞的装塔嘛继续伫地，咱嘛有圣诞树，咱应该继续欢喜庆祝耶稣的出世。但是为什么教会力会将今仔日即段经文放伫今仔日，叫咱来读咧？因为即段经文要教示咱圣诞节真正意义。这个世界也是咱教会伫庆祝圣诞的时，拢是将焦点放伫真温暖、真美好、真甜蜜的部分。但是圣诞节的意义毋若安尼。伫马太福音第10章34节，耶稣家己嘛有讲：无伫拍算我来是要互地上和平，我来毋是要互伊和平，就是血肉刀剑。耶稣的意思是讲，当一个人接受呼召，伊想要重拾过温度的生活的时，一定会带来冲突。这个冲突毋但是人甲人中间的冲突，价值观无共款的迄种冲突，并且嘛会带来人家己内心的冲突。亲像西面伊的预言第一部分提到讲，这个婴仔受设立，要互以色列中侪人跋倒，侪人起来，也做受辩驳的记号。
咱知影耶稣的福音，伫接受的人的内面是产生真大的对比。心硬的人，因毋愿意接受，因起来攻击耶稣；但是愿意接受的人咧，因的内心、因的生命就得到改变。为什么伫经文内面会讲跋倒、跌倒？这是因为当咱愿意接受耶稣，咱就爱互耶稣成做咱生命的救主。做主成为王，这表示咱生命所有的部分拢爱破碎，然后降服伫主耶稣的面前。但是当耶稣的光一照来，咱内面所有的黑暗拢显明出来。毋那是咱外在的罪，咱内在的污秽罪完全拢显露出来。请问，人敢会感觉真舒适？人敢会感觉真欢喜咧？无可能，因为我内在、外在的罪，若拢互显出来，非常无民主啊！即非常互人无舒服的一件代志。所以咱巴不得会当将所有的黑暗拢总暗藏起来。这就亲像主耶稣所讲的，所审判的就是光入世间，也人爱暗较过头伫光。因为伊所行是歹，既若做歹，怨恨光，也毋就近光，行了伊的所做受责备。但是对伫一寡愿意互耶稣改变的人来讲，伫当时罗马人统治的处境，也是非常的危险。当时罗马人有真侪神明，因嘛会伫公开场合伫遐来拜罗马的皇帝。但是基督徒信的是独一的上帝。当时的基督徒嘛无宗教人员，嘛无一个看会见的神明，甚至连一个敬拜的神庙，一个敬拜的所在嘛无献祭仪式。这物件伫罗马人的眼中看起来是非常的奇怪。加上这基督徒，因伫市场，因伫因的工作场所，因伫交易的所在，因拢拒绝往这罗马神明伫遐下拜，所以开始罗马人攻击因，互基督徒无法度伫遐做生意，无法度做买卖，严重的甚至基督徒会互掠去这个监狱内面来关起来。所以对这咱就会当知影，当时的基督徒所面对的，不但是犹太人。嘛有罗马人的迫害，所以这就是西面所预言的。这个婴仔受设立，要互以色列中侪人跋倒，侪人起来，也最受辩驳的记号。兄弟姊妹，安尼的代志，毋那伫2000多年前来发生，咱即马嘛是安尼。甚至咱会当讲，因为现代人哪来哪毋惊神，所以基督徒面对的限制。甲排斥嘛，一定会哪来哪济，但是咱敢有避办心咧？有一个青年甲我分享，伊离开过去迄个薪水真悬的头路，是因为伊的公司做一寡无合法的代志，伊四界去申诉、求助，拢无法度，甚至伊最后互警告讲：你若继续搁插落去，你会有性命危险。伊发觉伊伫规个系统的内面，伊看到有个人已经互收买。你若无法度忍受，你就家己离开。最后伊无法度，伊嘛毋愿意屈服伫迄种扭曲的价值观下面，伊选择离开。当然，薪水差真济，绝对会影响因的生活。但是我甲伊分享。这就是耶稣伫山顶的宝训内面所讲的：为着义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；为着我，人则辱骂恁、困毒恁、诽谤恁妄行的歹，恁就有福气，着欢喜快乐，因为恁伫天里的报赏是大。因为你真正的先知人，人嘛是安尼困毒因。迫害无过是乖家。斩头才是迫害。当咱因为信仰
无法度互社会、无法度互世界接受，这也是一种的迫害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请咱爱避免好势，安尼代志一定哪来哪做。因为一旦咱接受耶稣的价值观，就表示咱会甲世界价值观开始有冲突。这个世界爱人往顶面行，你会当爬偌悬，你就爬偌悬。但是耶稣用伊的性命教导咱，屈家成做奴仆，互相洗脚，彼此相听。安尼行为有可能互人看做咱是戆人，但是伫规个信仰的历史的内面，咱无孤单，因为所有互主耶稣改变性命基督徒，拢是安尼伫军队，并且咱嘛知影，咱会安尼做，毋是咱戆，是因为咱带着一种期待，咱带着一种确信，就是主耶稣确实会来。将来咱得到的赏赐会比现在搁较好。这毋是讲以后咱会伫上帝遐有黄金的厝，有宝玉的椅仔通用，因为未来好是任何世间的物质无法度比并形容的。伫迄时，咱会甲主做伙；伫迄时，咱永远喜乐，无有任何欠缺。但是西面无讲到安尼就结束。伊继续向玛利亚讲：“佮你家己的心，嘛要有剑插头过。”咱知即件代志伫未来确实发生啊！因为伫主耶稣互人钉十字架时，伊的老母玛利亚是徛伫附近，看家己的囡仔伫受苦。伫耶稣出世进前，天使对玛利亚显现。讲一寡话，到伫耶稣出来传福音的过程，嘛有发生一寡真奇怪的代志。这拢互玛利亚知影，伊家己的后生就是弥赛亚。但是玛利亚敢有想到，耶稣会遐尔少年就死？伊敢有想过，耶稣是会死伫罗马刑法所判迄个上重的罪，迄个十字架的重罪咧？所以就亲像即个西面所预言的，一个做老母的看见钉伫十字架顶的后生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伊的心亲像互剑插头过共款，互拆做几啊片，拢破碎啊！但是安尼的预言，毋若是讲互玛利亚听，安尼的预言嘛是讲互每一个听主。军队主的人听，因为当咱决意军队主，当咱伫面对家己的价值观，甲主耶稣的价值观互相冲突的时，咱有可能嘛会拄着亲像互剑插头过的迄种痛苦。譬如讲，你伫公司，你伫工作上，若拄着有人送你红包，信主进前你可能会收，因为大家拢在收。但是现在你是基督徒啊，收也是毋收，就是一种内心的冲突。你的同事拢在收，你敢要收？这嘛是一种冲突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有拄过安尼类似的冲突，互你的心敢若互即个剑插过安尼的冲突，恭喜，你是一个真实军队耶稣的门徒。但是你若从来毋捌有过安尼的感受，可能就要好好来思考咱家己的信仰是甚物款的信仰。因为19世纪有一个主教叫莱尔，伊捌讲过，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，每一礼拜拢上教会去做礼拜，并且自称是基督徒。因的名互列做伫受洗礼的名单的顶面。因在世时，互看做是基督徒；因用基督教的仪式来举行婚礼；因死的时，嘛用基督教的仪式来互埋葬。但是你从来毋捌看见关系因信仰的精进，因对属灵的精进，因对属灵的努力，因属灵的冲突，自我否定，竟
敬请甲高正对因来讲一无所知，因拢毋知影。即种的基督教，毋是圣经的基督教，这也毋是主耶稣所设立伊的门徒所传的基督教。真正的基督教是一场的战争，兄弟姊妹，是一场的战争。但是伫即场的战争内面，咱要安怎才好咧？这位主教嘛继续讲，上帝子民有两个极大的特点：伊内心的精进，甲伊内心的平安，就会当认出伊。咱的内心有一场的战场，但是主要所应允，伊会赏赐咱有真实的平安。所以，即场战争的内面，咱若倚靠耶稣，耶稣所赏赐的平安会帮助咱来得胜。安尼，咱要安怎来得到即个真实的平安呢？当咱内心迄场战争得要拍起来的时，大先咱爱反悔，咱爱悔改。悔改就亲像咱的腹肚内有生一粒的物件，要解决伊，只有请医生拍开咱的腹肚来切掉即个物件，咱才有可能会恢复健康。当然，手术的过程会流真侪血，你伫恢复的过程嘛真痛，但是只有安尼，咱才有可能来恢复。同款，面对家己的罪，咱无法度替家己来处理。唯一的方法就是交互主耶稣，请耶稣来处理。这个过程有可能互你真艰苦，毋过嘛只有安尼，咱内面黑暗的部分，才会互耶稣来扫除清气。但是你若讲我足惊痛的，我毋愿意互耶稣医治，咱就永远无可能会当得到悔改所带来迄个真实新的平安。另外，咱伫经历咱内在迄个冲突、迄个战场的时，咱嘛爱顺服。咱拢知影，其实咱家己的个性拢无偌好，所以当耶稣的光一照来，咱会感觉真冲突。毋过，咱若是执意，我也是要照我的个性，我所爱去行，这甲信主进前的生活，敢有啥物无共咧？拢总共款嘛。但是，咱若愿意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伫内心高振迄个战争发生的时，因为主耶稣所赏赐的平安，咱就有可能会当讲出，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。伫圣诞的节期，咱看西面即段预言，真正是伫提醒咱，咱伫庆祝圣诞，但是咱嘛爱备办好势。来面对因为信仰所可能产生的这冲突，当你准备好势，这冲突来的时，你就袂戆影，你就袂惊吓，并且咱嘛相信，主耶稣会面对咱，会帮助咱来面对这一切。因为当这攻击亲像刀剑往咱飞来的时，耶稣已经用伊的身躯来抵挡所有的一切。伫以赛亚书有讲安尼一段话。伊受看轻，互人放杀，受侪侪苦痛，定定拄着忧闷。伊受看轻，亲像互人黄面毋看一样，咱也无尊重伊。但是因为安尼，咱来得到医治。咱要忠健，当然大声爱破嘴，但是咱毋免惊吓。因为主耶稣已经为着咱付出伊性命的代价，所以伫这冲突的内面，咱毋免哀怨、屈服，因为主耶稣也要透过这个，要忠心来启造咱，愿咱勇敢跟着主耶稣来进入真正的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为着阮出世，总是伫阮的内心有侪侪的颠簸。阮毋愿意接受你，成做阮生命真正的救主。主啊，伫即个圣诞的周期，阮欢喜庆祝，阮也搁一摆恳求你，扫除阮内心的罪恶，互你会当真正成做阮内心的王，做主。主恳求你伫阮的中间帮助阮。主，阮知阮真软弱，阮定定互世界的声欺骗。
总是主恳求你一再一再提醒阮，上帝的话是信实的，是永远袂改变的。即个弥赛亚已经来，伊将来也要阁来。主，愿感谢你，愿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